各位同學，呢段片會講解段考卷一其中一種嘅題型。喺公開考試，卷一甲部指定文言同埋閱讀理解都會有問作法嘅題目。我哋而家就嚟睇下呢啲分析作法題目嘅答法。呢類嘅題型大多數都係選擇題，而近年亦都有出短答同埋長問答。題目主要係考核同學能唔能夠辨識到呢種嘅寫作手法同埋佢造成嘅效果。答呢類嘅題目有兩個重點，同學要明確咁指出呢種寫作手法嘅名稱。另外，根據題目嘅要求，要緊扣引文嘅內容去說明、去分析。簡單嚟講，即係同學答呢類題目嘅時候，要以引文結合寫作手法嘅定義嚟解釋，之後再要根據引文嘅重點去分析嗰個表達效果。同學留意，如果題目指明要按引文作答，而你只係好籠統咁講咗嗰種手法嘅寫作效果或者個好處，你係攞唔到分嘅。我哋而家用2018年樣本試卷嚟做例子。題目要求根據如我所欲也呢一段引文，辨識用咗邊一種修辭手法，再說明呢種手法點樣去加強說理效果。同學睇一睇呢一段引文，呢一段引文用咗邊一種修辭手法呢？用咗對比、排比同埋反覆。同學只需要答其中一種。跟住我會用對比同埋排比呢兩個例子，說明點樣去答呢條題目。我哋先講排比句。同學第一步要掌握咩叫做排比句，掌握排比句嘅特色。排比句係將三句或以上結構相同或者相似嘅句子並列喺一齊，表達相似嘅內容。跟住我哋要知道排比句造成咩嘅效果。排比句有助強調內容，表達強烈嘅情感，亦都有助增強語言嘅氣勢，俾人一種一氣呵成嘅感覺。當我哋掌握到基本嘅知識之後，就要加入引文去答呢條題目啦。我哋根據之前所提及嘅作答步驟，去回應呢條題目。我哋首先指出咗引文用咗三組句式相似嘅排比句，再簡單講出呢一種排比句嘅內容。呢組嘅排比句反覆講出呢一個人之前寧死都唔接受，而家為咗宮室之美、妻妾之鳳，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而為之。之後我哋再根據呢一段引文分析點樣排比句點樣可以加強到個說理效果。同學睇到呢一句都應該知道，呢一段引文係想表達作者對某人因利欲虛榮而為之嘅批評。咁我哋就分析排比句嘅效果點樣可以強調到呢一個重點。排比句可以加強語氣，突出到為之嘅不合理，令到文章有說服力。咁樣就完成咗呢條題目啦。之後我哋再睇埋對比法。我哋先了解到對比法嘅特點。對比係將兩種對立嘅事物，或者同一事物兩個唔同嘅方面擺埋一齊，相互比較。而對比造成嘅效果，透過鮮明嘅對比，突出到兩者嘅差異，營造強烈嘅反差，有助突出論點，加強文章嘅說服力。咁我哋又跟返之前嘅步驟去回答呢條題目啦。我哋首先指出引文點樣運用對比。引文透過某人對萬鐘嘅金色態度做對比。之後我哋再簡述呢一個對比嘅內容，指出佢之前寧願死都唔接受，而
而家為咗宮室之美、妻妾之鳳，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而為之。之後我再分析對比點樣去加強到說理效果，就係透過鮮明前後態度嘅對比，突出到呢一個人為之嘅不合理，表達咗作者對佢見利忘義嘅批評，加強咗文章嘅說服力。其實除咗排比同埋對偶之外，同學都可以留意下呢啲常用嘅寫作手法，而呢啲嘅手法其實喺我哋嘅指定文言篇章都出現過。總結嚟講，同學可以根據以下兩個方面去攞分。首先要熟讀各種作法嘅特徵同埋佢可以收到嘅效果。另外第二就必須要根據引文嘅內容去分析去說明。影片嘅講解就到呢一度啦，希望同學都可以努力去溫習。